闻名国际书画家王海峰甲书法家罗慧，伫2021年春节期间首次伫市府来展览，得到袂歹回响甲好评。市府文化局今年再度邀请，将伫新营文化中心的第3艺廊来展出。上午透过作家甲民意代表共同召开记者会，为巡回展览来宣传。在我们新营文化中心第3画廊里面，我们要展出一个文化首都的风采。好，文化首都的风采，这个不是第一次。在台南市，原来的台南市五一关的已经有就是展览过了，这次是第2次，把这些画再一次就是拿到我们新营的文化中心。海峰院长真的是会当讲的，跟他起这个以我们台南为根以台南为家。那个在我们台南这边也不但是这个不断的推出它的一个很精魄的一个画展以外，特别是它对里面的这个人文地理的刻画以我们台南为核心为轴心那这个也是让我觉得说，这个院长真的是对台南非常的这个帮忙跟照顾。我带着罗老师参加国际的那邀请展。我会把我们台南的这么好的文化艺术带到全世界去告诉国际的人士欢迎他们到我们台南来参观，来共同享受这个文化艺术。国宝级的书画大师看到国宝级的这个古迹，其实内心有很多的感动。那时候我就邀请院长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古迹我们当作就是记录历史的方式，我们把它用国宝级的书法作品把它记录下来，因为想要善尽一下社会责任。2022文化首都风采的书画巡回展，将于4月15到5月1号。伫新营文化中心的第3艺廊展出，欢迎市民做伙来感受王海峰甲罗慧2位师徒笔墨下的古籍文化甲历史的记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